俾人嘅印象係一個商會學校啦，平凡嘅學校，冇乜特色。咁但係當大家睇完呢條短片之後呢，我諗相信大家一定會有一個好唔同嘅印象。香港潮商學校響1923年由一班熱心嘅潮州商人創辦，要做到有教無類，為有需要嘅適齡學童提供免費教育，提供呢個最重要嘅基礎教育俾本港一啲叫清貧子弟。眼前位於香港薄扶林道嘅校舍係喺60年代建成，由香港潮州商會向政府申請撥地興建。當時我記得咧，陳偉信會長同我講過咧，呢塊地咧係一個山坡，咁我哋係由一個小斜坡咁嘅舊嘅屋咧，一路去發展到今日咁嘅規模。潮商一路以嚟為市民提供教育服務，但作育英才嘅道路並非一帆風順。學校喺2006年亦都曾經面臨過一個重大嘅挑戰。咁但係隨住人口嘅老化咧，同埋地區嘅人口結構嘅轉變咧，我哋學校曾經亦都受到好大嘅壓力。當時學校進行咗一連串大革新，重點加強英語課程改革，目的係提升學校教育水平及優化英語學習環境。喺機緣巧合下拜訪幼稚園時，接觸到一批非華語家庭，學校亦希望能夠為佢哋嘅子女提供學習機會。香港潮商學校更於2007年成為非華語學生指定學校。隨着招收非華語學生，令學校變得更加國際化，令學生得到更合適嘅教育。但係呢一個轉變會為學校同埋老師帶嚟咩衝擊呢？佢哋又係點樣打造出今日呢一個和諧共融嘅校園呢？嗰陣時學校喺呢個轉變上邊咧，大家都係摸住石頭過河，我成日咁講啦。即係因為大家都冇經驗，亦都唔知道呢一班學生要用一啲咩形式啊，或者佢哋嗰個學習點係喺邊度開始。咁所以咧學校都持一個好開放嘅態度。要令唔同國籍嘅學生順利喺同一個環境上課，作為前線工作者嘅老師，當中面對嘅難題都成為學校嘅新挑戰。小朋友、家長同埋我哋自己學校咧，嗰個大家個適應咧，或者我哋叫做磨合咧，其實都幾嘥功夫嘅啊！好多嘢佢有啲嘅禁忌啊，我哋都要即係差唔多要逐個家長去問啦。課程改革係針對性嘅，除咗要照顧學生不同嘅學習需要，對老師同埋學生都有着重要嘅影響。即係開始所啲外籍小朋友嚟到學校之後咧，其實即係老師其實個眼界係會闊咗嘅。即係當然老師會用你頭先都講笑咁講過，即係老師可能個英文會進步咗嘅，因為其實都要用好多英文去同小朋友或者家長去聯繫啦。教學上嘅嘢咧，我覺得由於有非華語生嘅出現咧，令到我自己個人咧嗰個教學方面咧係有啲改變嘅。非華語學生雖然喺言語溝通上要適應香港嘅環境，但佢哋樂天同埋活潑嘅性格，令學校生活變得有趣之餘，亦能減低學生喺爭取讀書成績時所面對嘅壓力。學生嘅多元化更加推動到本地學生有效咁運用英語進行課堂活動及課餘嘅溝通。同樣地，非華語學生亦多咗使用中文嘅機會，令佢哋更加能夠融入本地嘅生活。學校嘅語言環境亦因此而變得相當豐富。學生能夠擴闊眼光之餘，亦都能夠保持積極嘅學習態度。呢份成績有目共睹，更得到各界嘅讚許同埋支持。除咗和諧共融嘅校園，學校硬件配套同樣令學生得到更良好嘅學習環境。參考其他國家嘅教學情況，決定引入既方便又環保嘅電子白板及平板電腦，令教學走得更前、更創新。
電子學習，因為大家都知道啦，成個世界都向電子化嘅，就係啲老師能夠容易啲，亦都更加有效率咁嚟到提供啲資料俾啲學生嚇。90年轉眼就過，學校對將來嘅展望就係讓不同背景嘅學生得到更優質嘅教育，迎接未來挑戰。嚟緊個10年嘅話，可能即係努力，實際上就係話點樣去改變其他人對潮商學校嘅感覺，就話呢個已經唔係一個好傳統嘅學校啦，已經係發展到係另外一種唔需要俾錢嘅國際學校。我相信咧，我哋嘅發展方向係正確嘅，我哋係會一直走落去，而未來將會係一條光明嘅道路。90年嘅努力，目的係為香港嘅下一代建立更好嘅將來。